这哪吒一看他爸要杀他，对吧？哪吒出生的时候，左手一个哪，右手一个吒，这2个字，所以他名字叫哪吒。好，这哥们儿也狠，他把自己的肉拿刀啊，把肉剔掉，肉还给他妈，骨头还给他爸，完了自己那个魂呐、飘就飘到西天如来那儿去了。如来那时候正在吹牛逼呢，对吧？正在上课讲自己的心得。这时候听见有人喊救命，一看哪吒，这是顺手他不是对吧？莲花宝座嘛，然后就拿藕给这个哪吒做骨头，拿这个荷叶做肉，去了这个念动什么几字真言，就给哪吒续了一条命。哪吒的肉身都有了，哪吒的命是佛祖给的，佛祖好。然后这哪吒他活了之后他找他爸报仇，找李天王报仇，他杀李天王，结果李天王一看打不过他儿子，又跑到佛祖这求佛祖这佛祖一看这也不行对吧？然后这个因为哪吒他已经说我跟他父母的恩情已经完了，对吧？我肉也还了，骨头也还了，已经不认这父母了，但实际上他又是他父母生的，对不对？所以佛祖就说了这样的吧，我给个宝塔，黄金宝塔，然后那个宝塔上面每一层都雕这个佛像，有好多佛像，给李天王说哪吒是以佛为父，他现在已经不以你为父了，他以佛为父，你拿着这个玩意拿着，他见到这玩意就得磕头，这是他爸你已经不是他爸了，你得拿着这玩意他就得认。所以那个哪吒一看见托塔那个塔，就把这当做他爸，所以他就不能杀他爸了，你知道吗？这是他爸不是李天王是他爸，这个他托的塔是哪吒他爸，骨灰在里面，舍利在里面。好，这个当时孙悟空去闹的时候去李天王闹，李天王在家没上班，你知道吧？没上班，所以就没拖那个塔，那个塔放在供台上面没拖。这个时候他砍这个孙悟空的时候，哪吒一出手，李天王吓尿了，当时就尿了，他怕这个哪吒要杀他，吓坏了，趁哪吒还没反应过来，他赶紧去把那个塔拖到手上，拖到手上之后开始问哪吒，你为什么挡着为父哪吒一看拖着塔的，你知道吧？哪吒马上跟他解释，父咱确实你确实有个女儿，我有个姐姐在下面。这个李天王说，我怎么不知道呢？对吧？你怎么知道？哪吒说，你想一想，300年前，但是佛祖那个一个老鼠精叫什么白唇什么老鼠精偷吃了那个佛祖那个香烛然后佛祖命父王你带着我去剿灭他，然后我们去了把他剿灭之后，准备把他就毁掉然后这个佛祖发话说什么也留他一条命嘛，就这意思，就是那个深潭养鱼不要掉，对吧？什么深山养鹿求长寿一大堆，反正说一堆屁话，就是意思你别杀他算了。因为他没杀了，所以这个老鼠精就感恩呢，他就拜李天王为父，拜哪吒为兄，这个借他不杀之恩嘛。那也就是相当于李天王收了他，对吧？有个靠山，所以人家才在地下洞里面供奉李天王和哪吒，感谢他们。所以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哥哥，然后这个天王有个恩女，那叫恩女，不是亲生女儿，是养女，这个意思李天王一看是有这么回事这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完了，这那不就冤枉孙悟空了吗？他就赶紧起来，对不起，大圣，他就解孙悟空的绳子，孙悟空不让解，不准解。那天王说这个，然后这个你那个太白金星说了，那咱赶紧看圣旨吧。圣旨一看说我们要去那个去复命到天王那儿去，到玉帝那儿。孙悟空说这咱就现在就去那李天王说那绑着不合适得解开那孙悟空不要解，就这样去，对吧？你把玉帝派来读圣旨的来钦差，对吧？这是钦差你把钦差给绑了，咱就见玉帝，让玉帝来评评理。那天王当然知道自己理亏对不对？赶紧说求这个孙悟空大圣高抬贵手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刚才是气急了这个孙悟空说别来这个少废话，然后这个说我从这儿能滚到那个天庭，你信不信？我滚给你看，知道吧？这时候天王没办法，这个就是孙悟空感觉是个无赖，知道吧？感觉孙悟空说你绑容易，你想解那难，知道吧？然后这个天王没办法，就跟那个李长庚说跟那太白金星说哥们儿，你劝劝他，你这样我可是完了，知道吧？太白金星说了也是就是这个他就劝孙悟空说你要不这样的吧，我解了吧，咱们去赶紧了了。那个孙悟空说不行就要去，咱们就现在就这么去。后来这个太白金星没办法，然后那个天王李天王就拿话来激这个太白金星李长庚他说长庚你好歹也是救过他的，对吧？你帮过他多少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就这么点小事，对吧？你再说说。李长庚说我啥时候帮过他？那个李天王就说我靠，你忘了当年大闹天宫2次招安都是你去的，你出了主意招安的，你不是一心向着他吗？这谁都能看出来你帮他这人这个泼猴忘恩负义就这点面子都不给你李长庚一听也是这不我以前帮了那么多忙，对吧？这2次招安，对不对？一次是大闹天宫，一次是什么弼马温，对吧？
那招安当了齐天大圣嘛，这2次招安都是太白金星的给玉帝出的主意，是吧？所以太白金星一听这个也是啊，就厚着老脸就跟孙悟空说：“哎，这哥们儿，是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啊，你看看我当年我为了你也没少出力啊，对吧？”这个孙悟空说：“你出啥力了？你出啥力了啊？”太白金星跟他说这一段了，说：“你看啊，先让你当弼马温，那这是我出主意的啊。招安后来让你当齐天大圣，也是我出的主意。虽然说后面结局不太好啊，你被压在那五行山下、五指山下，但前面确实我也出不少力，要不然你没有今天这个取经，对吧？如意坐莲台，就是你现在马上取经要成功了，马上成佛了，难道没有功劳吗？”孙悟空一听也是啊，对吧？行吧。孙悟空一听呢，这确实是啊，那这面子得给啊，所以就让他给解开了。解开之后，这个李长庚啊就说：“啊，在这喝茶喝点吃点，知道吧？摆个宴接个风。”李天王知道，结果孙悟空着急啊，孙悟空说：“不行，我们现在就去玉帝那复命。”然后这个孙悟空啊，他就说：“哎，他要跟那个李长庚、托塔天王3个人一起到玉帝那儿去。”这时候李天王死活不去，因为他知道去了那个孙悟空要告他状。孙悟空跟他说：“哎，这谁，对吧？这谁是谁的干女儿、恩女干的坏事，这不玉帝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说啊，李天王不想去，就劝这个太白金星啊，说：“你要不你回去复旨就完了，我这儿带人赶紧去，先把他屁股擦了，你知道吧？是铲了，我带着哪吒去。”然后太白金星一听也是啊，他就说：“那这样子吧，我回去给玉帝复命。孙悟空啊，你跟那个李天王，你赶紧救你师傅去吧。”孙悟空说：“不行，孙悟空要告状，知道吧？非得去玉帝那告状。”然后孙悟空就说了：“那你问太白金星，你回去之后你怎么说呢？”太白金星说：“我就跟玉帝说啊，这个原告啊逃跑了，被告呢啊自行去这个缉拿那个妖怪去了，所以这个案子就撤案，知道吧？这不是孙悟空不是告的冤嘛，告状嘛，对不对？这案子撤了啊，就没了。”孙悟空一听，我操，我有理啊，我是原告，我有理。完了这个被你一说，我还逃跑了，是吧？不行，我必须要去。你这么一说，那更不行了，我必须到玉帝那儿去。这个托塔天王一听，这个孙悟空还去玉帝那儿告状呢，马上也求这个太白金星，就最好让这哥们别去了。这哥们一去，他嘴也不把门，到时候一说漏了，完了。孙悟空一听说：“算了，我绝对不告你，我知道什么意思，我不告你行吗？不告你，但是我必须要去那个玉帝那儿，否则这老头说我逃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俩人，然后就让那个李天王啊带着哪吒在南天门等着，他们先到玉帝那儿复命。到玉帝那儿复命的时候，玉帝问呢咋回事啊？哎，他们就说啊，李天王已经准备去剿灭那个妖怪了，我这边事情搞清楚了，马上就去啊。玉帝就说：“没事是吧？没事，那你就去吧，是没事了吧？”对，孙悟空说：“是没事了，对吧？没事了。”他们就走了。然后那个带着李天王啊，他们就到了那个陷空山无底洞。到了陷空山一看，上来的就是猪八戒跟沙僧来，他等了很长时间的了。结果这个李天王一到那一看见沙僧，一看到猪八戒，马上就寒暄开了，是吧？天蓬元帅，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这情况我也知道了。他就跟那个猪八戒两人寒暄上了啊，两个人在那儿，他们以前是同事啊，对吧？级别都差不多，然后开始在那儿这个寒暄。孙悟空一来就说：“赶紧吧，救人要紧。”本来啊，孙悟空啊还在那要跟李天王要辩一个对错，对吧？太白金星就劝他，知道吧？就在那个李天王家里时候劝他说：“你知道吗？咱这儿一天，地上是1年，你再这么磨叽啊，等到你跟这个玉帝那儿来回扯明白之后，对吧？你在玉帝那儿告托塔天王，好，托塔天王他要申诉啊，玉帝还得查呀，你不可能说你告什么就是什么，玉帝还得托塔天王申诉，玉帝还得查，然后来回啊，然后你再不服，你再告，对吧？2审嘛，然后再审，天上1天啊，地上就1年，你这在这天上搞个几天，地上就5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啊，你师傅恐怕都已经成精，都生了好几个小和尚出来了，你看着办吧，你取经也这个就失败了。孙悟空一听也对啊，急的吧，我操，这上面1天，下面1年了，唐僧能扛1年吗？是不是？2天那就2年，唐僧扛不住啊，我这孩子都出来了。所以说孙悟空一听也对，见好就收吧，所以赶紧啊。这时候啊，托塔天王就说了：“谁下去？”哪吒说：“我去。”哪吒着急啊，他去，知道吧？你毕竟下面是他干妹妹，完了之后说不定还有什么秘密，是不是？不像他说那么简单啊。所以哪吒我去，然后孙悟空说不行，我去。然后猪八戒说：“你俩都别去，我去，啊，就是跟猪八戒抢着去了。为啥呢？就我感觉猪八戒可能知道中间有什么猫腻，你知道吗？他也抢着去，都想那个立功啊，都想去给人擦屁股，你知道吧？这时候啊，天王就说：“听我的，咱是元帅，对不对？听我的。”哪吒跟孙悟空再去，你们俩下去，对吧？一个救师傅去，一个去，对吧？捉拿那个妖怪。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不就自己内部处理嘛，对吧？好了，哪吒就给孙悟空带着天兵天将下去，在里面一顿找，在一个小洞里面把这个找到了。
那些妖怪和唐僧就躲在一个小洞里面啊，找到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就把他们那个妖怪一看哪吒来了，完了，对吧？被哪吒抓住，这个就是这个缚妖索啊，把他捆上，拎上去了啊。拎上去之后，这个八戒拿耙子就要耙死他，上去就要耙，被哪吒挡住了，说算了，对吧？还知道错。唐僧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好是吧？李天王说了，我带着他啊，我带着这个妖怪回去复命，是吧？你跟你师傅该干嘛干嘛。这时候这个唐僧的四个人啊，也就继续啊，这个万千赶路啊，这个故事就完了。这个就是老鼠精啊，后来他自己啊，他吃了那个偷吃了佛祖的那个丹竹之后啊，他给自己起了个叫什么菩萨，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什么菩萨。后来他又改了个名字叫地涌夫人，地涌夫人呢很有意思啊。这个老鼠精这一集啊，首先这个主要人物啊，咱们上一集就说了，唐僧对吧？他就是现在越来越这个就是他的心啊，越来越定下来了，就是不为美色所动，对吧？怎么勾引他都没用。孙悟空呢，心动了，对吧？上一集啊，咱们说了，他恼羞成怒啊，要打死这个猪八戒和沙僧，就说明他心动了，破防了。然后就是这个老鼠精，这个老鼠精啊，可以说是《西游记》里面啊最痴情的，他是个恋爱脑。所有的妖怪抓唐僧啊，好歹都是他的打的旗号都是唐僧肉长生不老，吃它，对吧？大部分妖怪都是要吃它，或者逼急了就吃它。本来还跟唐僧准备谈恋爱的，后来不成就要吃它，是吧？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吃的意思。这个老鼠精这一集啊，这个老鼠精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吃唐僧，他对唐僧那是痴情一片啊。为了唐僧啊，专门20里外打水给他洗澡，说实际上洞里的水啊不好，不见太阳，比较阴凉，唐僧洗了不好，他还专门在外面20里外打那种阴阳交合的水。阴阳交合的水就是白天有太阳晒，夜里就没有太阳，阴阳交合的水，这个水唐僧也好，而且用这个水做饭摆席，对唐僧有益。你看啊，他是一心一意的为唐僧着想，没有强迫唐僧。完了，他对唐僧那简直是完了啊！他这个唐僧不是第一次那个孙悟空失败嘛，变成个老鹰把桌子给掀翻了。哎，一般的人肯定知道，他妈的你唐僧肯定跟你徒弟俩人串通好的害我们。结果你看他一点都不怪罪唐僧，完了跟唐僧准备下一场又摆席，就是他对唐僧那叫着迷，你知道吗？就痴迷，他完全被唐僧迷住了，他就是恋爱脑，知道吗？哎，第二次也是的，第二次这回是真的骗他了吧，对吧？唐僧拿了个那个桃子给妖精吃，这不是孙悟空变的吗？孙悟空到他肚子里面，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结果这个妖精上去之后跟孙悟空打，跟猪八戒、沙僧3个人打，1对3，打完之后他把唐僧抱下去了。哎，这么长时间他都没吃，他也没说杀唐僧，把唐僧还带了到一个小洞里面，就是他就是无论唐僧怎么辜负他，无论唐僧怎么对他不好，对吧？怎么害他，他一点都不恨唐僧，为爱痴狂，觉得这个老鼠啊就是为爱痴狂。他无论唐僧怎么对他，对吧？他都是对唐僧就特别的这种叫痴迷，是吧？从头到尾啊都没说要吃唐僧，就唐僧明摆着这么多次要害他，他都知道了，对不对？他也没有说，哎，你这好，你这害我，对不对？对不起，我先把这吃了再说，对吧？没有，宁可唐僧负他，他绝对不负唐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老鼠精啊，就绝对是个情种啊，恋爱脑。这个《西游记》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啊。好，这里面说的就是玉帝，哎，这个玉帝是我刚才在前面也说过了，这个玉帝处理孙悟空告状，那简直是咱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精髓啊！作为主宰啊，哎，孙悟空告状，对吧？实际上孙悟空一告状，他心里就清楚了。玉帝年纪多大，你知道吗？22亿岁吧，25亿岁啊，25亿后面多少个零你搞不清楚，你知道吗？他什么不知道啊？孙悟空一告状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完了之后，你看啊，他的处理手法是那个啊，把被告叫来，对吧？把李天王叫来。但是把李天王叫来的时候，他又让那个太白金星呢，他正准备去宣这个李天王的时候，哎，他又让太白金你把这个孙悟空带去，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玉帝给天王一个面子，对吧？我把原告给你送过去，你们俩私下解决，对吧？看你聪明不聪明啊？你们自己处理，不要烦我，我什么都知道。你们俩把它摆平，对吧？没了苦主，没了原告，那这事就没了嘛，对不对？要不然孙悟空天天告我不处理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把孙悟空给天王送过去，天王不懂啊，天王还杀孙悟空是孙悟空冤枉他。后来发现啊，不是冤枉，对吧？你看啊，处理完之后，孙悟空跟那个白金星到玉帝那儿复命的时候，玉帝也问他处理好没有？孙悟空处理好了，对吧？还有冤没有？没有了，对吧？这是领导处理问题的艺术就在这儿，就你看叫暗揭事了，暗揭事了啊！我告诉你啊，暗揭事了，你就是孙悟空有冤，李天王有冤都不要紧，反正你们俩认可了，没事了，什么公平正义不重要，就你们俩认可就行，你不要让别人参与啊，对吧？
按揭事了嘛。就如果说你非要说这个是对错，那肯定李天王不对啊，那就得收拾他，对不对？问题是你把李天王收拾了，那李天王的心里舒服吗？他服吗？对吧？他也觉得冤，怎么我操他妈多少年前认的，300年前认的，我都没联系过，对不对？那微信都删了，对不对？我操，你看这事啊，怪到我头上，是吧？如果你不处理，把那猴子他也不依不饶，对吧？你看你天玉帝包庇，对吧？你看你的，对吧？这个托塔天王啊，李天王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在下面为非作歹，你居然不管，你还包庇他，这个对玉帝也不好，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啊，就是让你原告被告你们俩去谈去吧，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啊，最后他处理完了，你跟那个是吧？跟那个汽修厂开车那个时间，你案子结了有什么用呢？气没消，对吧？有人觉得冤，对吧？案子是结了，你审的判的，你觉得没问题，跟着法律第几条，对吧？怎么分的，怎么弄的，没毛病啊。问题是你问题没解决，最后酿成惨祸，是不是？你看玉帝这处理完了，啥事没有了，对吧？原告你还有问题吗？原告没有了，没问题了，我现在救师傅要你，知道吧？是不是？你看玉帝这个处理，玉帝这叫智慧，你知道吗？他不管，哎，你要较真的话，那李天王你在坐牢，对吧？李天王觉得自己冤啊，这是你看这玉帝，你看人家处理问题，他不知道吗？宋徽一来他就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说，你知道吧？完了让你自己处理，你们俩谈不好，那不能怪我，对吧？你李天王你搞不定孙悟空，那不能怪我，对吧？你们俩人私解，就是私下调解嘛，这不就是咱这个对吧？基层派出所都这么干，你让你们俩私下和解嘛，和解完了你写个谅解协议，对吧？谅解书从轻处理，你看看这个智慧不是现在才有啊，以前就这么干，是不是？为什么现在你说经常打架斗殴乱七八糟好多事情，对吧？让你们俩在那儿，对吧？你们私下协商一下，能不能和解？能和解咱调解一下，这不就是玉帝的思路吗？啊，这是玉帝啊，然后再是佛教。这个佛教啊，佛祖他虽然说这个取经工程啊，从这个大唐，哎，从西天取经到大唐，说是佛教扩张，实际上这个佛教扩张早就开始了，对吧？已经进入天庭内部。你想想，李天王是什么身份？那是玉帝面前的得力干将，不到哪儿去先托塔天王，对吧？带着10万天兵天将去扫荡啊，到哪儿都是这样。这个哪吒呀，扫平96洞的这个妖魔，你知道吗？战绩非常厉害。结果天王一家居然都是被这个佛祖控制了。哎，你想想，对吧？李天王托那个塔是佛祖送给他保命的，完了这个哪吒也是佛祖救的，金吒就在佛祖面前听调，他二儿子木吒就在观音菩萨那儿。你说这个一个高干家庭，对吧？这绝对的高干，已经被佛教完全拉拢了。那你说佛教在这渗透多厉害，是不是啊？完了这个佛祖面前那个老鼠啊，把那个香烛给啃了，就这么个破事，他让李天王带人去收拾，这不就是对吧？这叫服从性测试嘛，叫训练，对不对？你看看啊，你们一家。对吧？你看我已经摆平了，完了我这有事，你看李天王你带人去办，哎，李天王吭哧带着哪吒啊10万天兵跑去干私活啊，这佛祖面前那个对吧？烛台被那老鼠啃了，多大点事啊？你还让天兵天将去，想说明什么？不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已经被控制了，是吧？也就是佛教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天庭内部，而且控制了很多重要的军事部门，对吧？而且给他干私活。那这里面还有个李长庚。就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一般的来说都是道教的，对不对啊？所以道教在里面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活心营，对吧？这个太白金星为什么2次要招安孙悟空？完了这个在这个托塔天王这儿，对吧？他还充好人，从中调解。李白哪有什么李白？这叫李长庚啊，就是李白。哎呀，总之啊，这个玉帝啊，那是把这个对吧？这是这种宫廷政治啊玩到极致，是不是？最后这个哪吒把那个老鼠精带走，而最终啊也没杀他。这个刚才有人说老鼠精跟这个唐僧是不是前世的姻缘？很有可能，因为都在佛祖面前。唐僧是金蝉子嘛，他金蝉子是二徒弟。金蝉子是什么呢？金蝉子就是蝉，知道吧？他只不过是说他金蝉，他就是蝉。那个佛祖在那个菩提树下作画的，就那个在那儿这个啊叫什么打坐，在那儿得道啊修炼的时候，有一只什么鸟。啊，什么东西，什么虫子吧，在咬这个，说这个金蝉突然发出叫声，叫尖叫，完了之后把这虫子吓跑还是怎么回事？总之啊，有这么个故事，叫金蝉，是这个如来的2弟子，号称是啊。好了，那老鼠精也是如来前面那个，他说编外嘛，编外人员对吧？那个编外或者要么就是服务员对吧？要么就是反正编外人看上了这个金蝉子，因为金蝉本来也是编外啊，他也是编外人员，他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救了这个啊，或者保护了这个佛祖，所以佛祖收他做第2徒弟，才入编了，对吧？有编制，对吧？成佛，成菩萨。但是这个老鼠呢，他没有入编，
所以他们俩人在佛祖面前肯定认识不是1天2天了啊，两个人互相对吧，已经产生这个感情啊，这个叫前世的姻缘啊，一定是这样的。你想那个叫奎木狼啊，28星宿里面的奎木狼是不是啊？特别他为什么跑到那个什么，那叫乌梁国啊，叫什么国？跑那儿去，把那个国王的女儿对吧，公主给他卷走了。那公主就是他们在天上的时候，那公主就是香积寺的一个服务人员嘛，他们俩好上了，然后就让这个服务员先投胎对吧，投到那国王那女儿，投到国王家成为了公主，然后奎木狼再去下凡，然后把这公主抢走了，不有这故事吗？所以说啊，这个老鼠精和唐僧啊，恐怕两人就是前世的姻缘，很有可能，要不然没有办法解释老鼠精这么痴情，知道吧？是吧？从头到尾没有说要吃唐僧，什么长生不老。